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这个拜六会出现今年寒冷以来上介强的一阵冷空气。在拜六时阵，中部以北温度只剩10度尔，台北上计会到7度。对于这学费贷款办理到单有5万人，因为贷款特别出来去互法院强制执行，立委要求教育部就要调整机制。有一个小姐去到新北市新庄一间气科诊所办后站，索获医生收8万6000块的费用，出现医疗证据。讲到这个拜六会出现今年寒冷上介强的一阵冷空气，气象局也推测讲，这阵冷空气可能来到寒流的顶级，连续3天影响台湾。到时阵全台湾拢会感觉讲，天气变冷啊！拜六时的时阵呢，这中部以北温度有可能是只剩10度尔，台北上计会来到7度，请民众要注意家己的身体。最近拢咧落雨，天气湿湿冷冷，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气温差不多15度左右。到10时拜三开始，阁有一波的冷空气报道，气温会小可阁降低。拜六开始入冬上强冷空气报道，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降温拢降价。中部以北、东北部的最低温可能在10度左右，其他地方的低温大概也只有11度或12度，甚至在沿海空旷地区或是内陆近山区的气温还会再更低一些。拜六到拜二是这波冷空气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不过因为10月开始水汽减少，关山是毋是有机会落雪，要搁观察。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今年都是反省型年，故北极震动影响时间可能较久，冷空气为极地向外拓开，可能让台湾气温出现极端值。它下来的时候，可能有冷空气下来，但它偏上去的时候，南边的暖空气上来，所以平均下来温度影响不大。但是就极端值来讲，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低温。气象局分析，副北极震动会让原本在高纬度的冷空气落南到中低纬度的区域，台湾是在冷空气路径变形，有机会被影响。呼吁民众爱注意上新的预报资讯，提前做好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咱国内疫情有渐渐伫咧稳定，不过逐工也是有上万人确诊。指挥官王必胜是建议讲，根据国内外经验，这演唱会是疾病传播的高风险场合。针对年尾活动、圣诞节活动，若准备去演唱会，建议民众也是爱挂嘴啊。并且伫台顶唱歌，台卡的歌迷也对咧唱对咧跳。每年新北耶诞城各地跨年演唱会拢去不少人。不过根据国内外经验，演唱会其实是病毒传播高风险场合。根据国内或国外的经验，我想，如果说以疾病传播来讲，演唱会应该是属于非常高风险。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在跨年或者是在这个耶诞节的这个假期，建议全程戴上口罩，会比较安全。王必胜表示，因为外口已经免挂嘴安，一定有社区极度感染形成的传播链，也互数字个提悬。另外，无论是做疫苗或者是自然感染，时间一久，新冠免疫力就会下降。最近不少人开始安排出国行程。根据观光局统计，10月份出国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5.6倍。面对最近中国疫情提悬，是不是影响国内春节防疫规定，也引起大家关心。如果机票还有常在做特惠的话，我会蛮想再出去。我现在其实有些住宿因为人很少，所以一些民宿啊什么的，其实都还蛮便宜的。是不是要增加一点防疫措施？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判断了哈。那主要是要观察2件事情：中国疫情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之前他们在出境的时候是有在做检验的，接近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有要增加一些防疫措施。国内杂志又增加10824例本土个案，29例境外移入，死亡是31例。指挥中心强调，虽然目前疫情已经到底，不过不排除各爆发的可能。防疫措施放任的情形之下，疫情未一直下降，或者是等甲0，社区依然有真侪传染链。逐天的确诊数恐然维持10000例左右。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到教育部的统计，讲这109学年度高中以上申请就学贷款的人数，就44.5万人左右。不过，对以前到即马有超过5万人，因为这学费贷款纳不出来，去互法院强制执行。立委也要求教育部要爱思考这学费贷款免利息可能性。教育部表示会掌握学费贷款行政情形，随时做调整。嗨，大家好，我是纪元，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长照。25岁技官大学多毕业2年，读大学时阵申請就學貸款，雖然畢業了已經90萬，不過還有30幾萬，每個月要負擔8000塊左右。因為離開政治群頭路4個多月，是要轉寄學員，即馬要在等待收入無穩定，所以有當時錢會較辦高。是将近3万或3万出，那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背学贷，那有些人又不是在家乡工作，那其他人还要付房租的这样状况，真的是很吃紧。伊讲，当局之间派学贷是常態，不過煩惱未來買厝影響信用，不管如何都會逼家己按時交錢。不過經濟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發現，有5萬人欠學貸，互銀行申請強制執行。教育部是定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利息的相关的补助啦，大概一定的年限了。那最近因为可能升息的相关问题，可能缴不出学贷。並大也煩惱，央行一直升利息，造成少年人更較大的負擔。因为貨幣政策呢，它是一個整體量。不要跟我談貨幣政策，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央行回應貨幣政策向整體考慮，強調無實力點。不過教育部統計數字來看，109學年度高中以上申請學貸人數有444914人次。教育部強調，學貸申請過程攏看學生的家庭狀況，可以利息補助。若還錢的時陣拄重大困難，應透過延長還錢年限制機制減輕負擔。未來教育部會掌握學貸申請還錢狀況，滾動修正降低學貸負擔。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嘅立委陳玉珍今日去到廈門，要和中國討論小三通中心開放問題。另外，也針對最近中國禁止台灣嘅農漁產品，甚至是秘魯高粱酒等等，也會反映民意，希望建立一套溝通機制。不過，行政院長蘇貞昌認為，任何人攏袂當因為家己立場，就去影響到全國防疫。這個時陣，若准清清彩彩就開放，可能會有中國人來到台灣買真濟藥啊，甚至變做是防疫嘅空棒。透早在上山機場出現，要求沿段醫都治好的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決定去中國廈門協商小三通，包括金門縣長當選人陳福海、連江縣長當選人王中玲原來去。陳玉珍證實，受中國廈門協會邀請，對方原來開綠色通道，要甲有關部門協商。而且中國禁咱農水產品加台灣秘魯金門高粱，原來傳達咱方的民意。不過行政院長蘇貞昌是講，任何人無應該以家己的立場，妨害全國的防疫作業。我們金門可以作為一個兩岸和平的橋梁，那趕快讓小三通來復航，也會去反映民意，需要怎麼樣具體的文件或者是要有怎麼樣的溝通的這個管道，希望建立起這樣的一個聯絡窗口。輕率的，不管疫情，也不管中國人的搶藥，隨便就是大開國門，妨礙好不容易近3年來的防疫成功，然後就本來就希望我們亂。大家一定要團結對外。蘇貞昌在批評前院長劉兆賢以兩岸企業家峰會理事長的身份去中國，甲各台辦食飯博感情。劉兆賢講，這屆陸委會知影，若是初8的餐會甲勞結議坐正遠無交談，兩岸貿易問題應該依照正式管道溝通，也是收款民間鬥3工，唔通牽拖民間企業團體。對於所講中國食品750公斤，傳出這禮拜會禁較濟，經濟部也未接到反應，不過國民黨團點名農委會甲衛福部愛負責。依陳吉仲跟衛福部吳永梅或者薛部長下台負責之外，請拿出具體的辦法。台灣的這個在野黨呢，卻有隔空唱和的一個舉動出現，一味的在譴責政府，這個其實讓我們難以接受。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會繼續協助企業申請補件，明年會繼續推出台灣食品全球股的計劃，各加入農產品，目標分散市場，擴大國際營銷。記者綜合報道。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今日公布头一批小类个名单，其中有一位是捌做过新北市甲高雄市副市长的李树川，找伊来做副市长。另外也甲新北市财政局长李泰兴找来做秘书长。另外，都发局长王玉芬也是台北市头一位女性的都发局长。找这新北市的副市长，也有一个局长来台北市，也互外界看做这是双北要合作起头。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自告上任，10日公布第一批10位小类个名单，要做新北甲高雄副市长的李树川做副手，新任都发局长王玉芬，阁是台北市第一位女性都发局长。秘书长向新北市借人是新北财政局长李泰兴，被看作是双北合作的起手式。台北市政府小内阁的一个团队，我们秉持的是4大重点，就是双北人才的合作。中央地方完整的历练，还有府会人才的交流，以及公务首手这4大特点。我乐见台北市把我们的财政局局长能够到那一边担任秘书长，来共同为双北来合作。副秘书长由前新北市道乡处长丁文德接任，交通部长谢鸿明，环保局长吴成忠，民政局长陈永德，结婚工程局长陈德发，工务局长黄一平，地政局长陈信良，其中包含工务局甲地政局，拢是由现任的台北局处首长专任。我看他有一些风格跟我蛮像，他用很多事务官上来的，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都当过呢。好处是业务比较熟悉的，我想他上线都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副手人选还未公布，暗过风声是瑞典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感谢大家，他在广征人才中，谢谢。林奕华无正面回应，暗过拿自个3岁受职，因为立委存的任期超过1年，疑犯会有立委补选的问题，风声可能延到明年2月7日才宣誓。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台北市的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提出上山机场刷位证件，不过即马有拿赢立委表示讲 ，AIT 也无支持刷位，甚至有立赢立委表态反对，认为安尼先做会互外岛居民要来到台湾无方便。国民党的王宏伟就口说讲，在选举时阵雄雄公公所提出来证件，就是会出现这款介叫局面。不过吴怡农强调，这上山机场若准备刷，就爱伫咧航班无减少，甚至是服务袂拍。这个前提之下进行。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提出上山机场证件，议题继续发讲。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表示，有人私底下问过 AIT 无支持上机证件。今麦连民进党平和关立委杨耀也表态无支持，认为会造成离岛居民来台交通便利性降低。双机的迁建绝对是在航线不缩减、服务品质不牺牲的状况下来执行，移到桃园机场反而可以让服务水准甚至提高。交通都市建设、国安层次的问题，那么也牵涉到离岛通勤，还有它医疗后送。如果只是把它变成是选举的时候仓促提出，那么最后就会有这样尴尬的局面。针对 AIT 的态度受关注，联合立委王定宇也替吴怡农讲话，强调听信某一寡无经过查证讲法来做公共政策论辩无妥当。也不过补选若了炮火金兵，国民党继续甲吴怡农，批吴怡农提社团法庭纵跨台湾联盟的款无资金，用伫个人选举宣传。也不过吴怡农反呛是人身攻击。借由壮阔计划，表示自己要为台湾的国防出一份力气，但是却把超过合理比例的费用拿来宣传，为他个人的选举铺路来宣传哦。又再一次持续的落到这一种扭曲跟人身的攻击。壮阔台湾的账务是非常清楚的，他跟个人的选务是完全的分开。面对上机证件继续互外界注意，吴怡农继续举办座谈会，甲附近的离岛居民解说推动想法。王宏伟是讲，会继续听附近居民的意见，提出具体可行性的解决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学界农地去互乱倒路地铺的案件，经过3年外的调查，台南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啦，认定民商险公司因为乱倒这路地铺，以恶心钱赚21亿6千多万。专案依照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对民商险负责人，也就是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以及着其他被告，总共有8人，甲因提起公诉。
款团摕重金属检测仪往涂骹一拍，测到的重金属落数达到869 ppm， 超过一般标准的250 ppm 真侪。土地位伫台南客家工业区的兴业段61地号，是民雄乡公司买来为法团替赛土地之一。那公司负责人是民进党中执委桂在钦。被告等8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8条申报不实、刑法第320条第2项窃占罪，以及公司法第9条、商业会计法以及税捐稽征法帮助逃漏税捐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地检署以违反废清法定罪嫌起诉包括桂在钦等8人，检方发现因明知影路使袂当囤农地，煞贪图薄利去做。为了节省清理费用超过18亿，要为各间钢铁厂收3.6亿，补发效力达到21.6亿。为康熙度看，台湾段农地的叶阮异常青，是白铁啊路使拄着水的特性，还未看图的白色白铁啊路石粉拢是证据。那农地污染，检方发现有唔知情的业者伫附近设工厂了后，厂办结果也受到损害。工厂其实是盖在炉渣的上面不锈钢的环黏渣跟氧化渣，所以可能积水以后会膨胀所以导致那个里面有很多地方工厂是龟裂的。2015年的下架罗西案，原认定罗西是再利用了后产品无起诉。2019年地方进士再度检举，检方调查是后壁罗西案涉案业者因为罗西台分场无法度继续，找民雄乡合作，伫下架继续违法回电。专案经过3年，总算终结。面对起诉，桂在钦无回应。环保局表示，受污染的5个工业用地，也存3个无清除。另外，后续监视对业者要求赔偿。环保局到这个进前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去年4月，伫台北上山的中仑派出所，有穿乌衫的人，将入去派出所内面摔电脑，警方说无要抓人，顶多是甲监视器画面拆掉，引起众人议论。经过监察委员的提案，落尾是通过对前上山分局长林志成等4个人的弹劾。林志成表示会去听解法院说明。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去年4月，和乌衣人弄入去花休，公害公务电脑，引起松山之乱。警方后续处理，甚至也互手机轻磅，引起经济争议。经过监委提案了后，针对前松山分局长林志成、中仑派出所前所长柯淑环等4个人，全票通过弹劾。没有第一时间来做处置，而且上下都全部隐瞒事实的，那难以说服社会大众，那尤其对整个一个警纪跟警政机关呢是影响，而且是严重的伤害。监委指出，柯淑环伫案发了后，甲前孙组博营公删除驻地监视影器，涉嫌掩蔽证据。前副所长颜民心，身为迄天的地理主管，也指示部署爱简单处理。另外，林志成伫事件爆发了后，捌用停电的讲法，想要暗藏事实，也安排嫌犯甲警员伫警察局演出大和解，种种行为升等警戒形象，认定有弹劾的必要。这个案子我会在那个惩戒的一个法庭再做一个说明。依法行事嘛，看，或者一般来讲不会处分2次的，就是说，该改的我们会改嘛。林志成态度低调，针对案件无愿意加做说明。松山分局是以书面回应，相关弹劾案由台顶界法院审理，分局表示尊重。专案进前2名警员已经得到原起诉。身为台北市大家长的郭文哲虽然强调依法行事，也毋过也认为相关的事件未处罚2败。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英国伊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来到位，有一寡所在伫咧落雪，影响到因的交通。亲像伦敦的希斯洛机场，也有曼彻斯特机场，拢因为这落大雪，航班停飞，甚至有机场是关起来。也有这囡仔呢，伫咧结冰的屋顶头耍，却熊熊冰破去囡仔摔入内面。虽然这4个囡仔有救出来，不过目前还佫得甲因急救。英国yen渐入冬了后，头一场大雪，英格兰南部城镇的囡仔礼拜透早一个精神，发现窗外白死死，欢喜加紧做去外口佚佗。Reall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just heard my sister scream, "It's snowing! It's snowing!" So I looked outside, and then I just saw it was actually snowing. So just put on everything and went outside to have some fun.
无论是厝细声、等细叫，还是蹲细人，囡仔算甲真欢喜。毋过西米德兰之棍团做囡仔伫个结冰的乌面耍，结果冰熊熊煞破去，落落湖中的意外。警方缉捕了后，赶到现场救援，赶紧将这4个囡仔扭上岸。Our crews entered the water, swam to the first child, and our specialist trained firefighters, including technical rescue, rescued 3 further children. 这个意外是伫当地时间礼拜下晡发生的。迄个时阵温度是-1度左右。消防单位讲，4个囡仔互救起来时阵，心脏已经停起，分别送去2间病院救治，目前还有性命危险。救援人员烦恼，还有其他囡仔掉伫湖中，半暝了后，还伫湖面持续找找。这种精彩天气也使得英国陆空交通受到严重冲击。伦敦上无营的希斯罗机场拜一持续有超过50个航班停飞。东北郊区的斯坦斯特机场。也甲曼彻斯特的机场也因为风势伤大，被迫关起来。结冰的路面也致使火车延误，公路车祸意外真济。气象预报显示，这个寒流会持续到后礼拜。其中苏格兰东北部伫拜日暗时温度会降到-15度，创下为去年2月以来最低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礼拜访问中东，伫沙烏地阿拉伯受到隆重的接待。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示讲，这代表中国甲阿拉伯世界关系进入到新时代。外国媒体也认为讲，这习近平是希望伫咧美国甲阿拉伯关系当咧紧张的时阵呢，扩大因中国伫中东的影响力。战机甲喷射机盘飞，同时伫空中喷代表中国国旗的红黄烟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车到沙烏地阿拉伯，展開隆重4天的中東旅程，也未落飛機，3國都隆重歡迎，各地利雅得王將高規格接待習近平。这是习近平2016年后头一届到沙國，除了派軍儀隊，沙國閣用傳統的節儉禮儀迎接伊來訪問。雙方尾仔進行會談，閣同意簽署總額差不多300億美金的經濟協議。沙國官媒報道，兩國合作項目包括氫能源、石化、房地產、中文教學等，不過並無說明詳細內容。除了沙國，習近平找到國家6個坡灣合作委員會國家舉行會談。習近平喺會中表示，會推出有期無益用人民票結算，打破以美金結算的局面，並且講未干涉坡灣國家的事務。中東官媒是一直宣傳，習近平的中東訪問顯示雙方關係進入新時代。外國媒體特別提起沙國7月在接待美國總統拜登的規格，甲習近平比起來差真濟。美國甲沙國原本是親密的友伴，不過最近因為能源政策、安全保障，也甲專欄作家哈紹吉謀殺案，雙方的關係緊張。在俄烏戰爭發生了後，拜登為了壓低油價，想要甲沙國修補關係，不管各界批評，親身拜訪沙國王都增加石油產量，無想到煞原來沙國宣布石油減產。It is a disappointment, and it say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外國媒體是講，沙國對習近平友好，對最近甲中國關係緊張的美國來講是一個打擊。But they love the fact that they now have another strong and rising power that they can turn to sort of snub the U.S., to sort of in your face to Washington and show them you're not the only game in town, you're not the only partner. 中國希望在美沙關係緊張的時陣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外長王毅形容習近平這抓是中國對阿拉伯世界規模上大、規格上懸的外交行動。期間，甲20個阿拉伯國家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不過 CNN 引述學者的分析，中國無法度在這抓訪問就改變局勢。沙國外交部也講會持續甲美國在各方面合作。公司新聞徐婉玲編譯。康園有一個小姐，因為伊的喙齒痛，走去新北市新莊一間齒科診所，予醫生看。不過，這醫生改版後診就開6點鐘，甚至醫生佫甲這個病人講呢，治療的過程有用4罐的這骨頭粉來補空喙，這寡物件就要家己負擔，要甲病人提86000塊。落尾病人認為講這不合理，就去甲檢舉。衛生局認為診所亂收錢，罰5萬塊以外，也要求這醫生就要退49000塊給病人。喙一開，一群看到手術了患者，因為喙齒痛困袂去，亂小姐就網絡找診所，臨時報名看醫生，不止辦喙齒用6點鐘，還佫開86000塊。中間過程當中，因為有聊到我的門牙問題，所以他有提到，
所谓的骨粉或者是胶原蛋白。那当下他也没有说明说这些填充物是要植入我被拔掉的一个臼齿。讲费用不合理，佮控诉医生推销骨粉加完2倍。在介绍时阵，才解讲已经用4罐骨粉来补空喙，爱自费负担，要求爱有收据说被拒绝，也好叶先生等先生怀疑可能骗去。我们被骗，我觉得我们被骗了。我也在长庚医院拔过牙，大概时间保150块钱，而且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所以这个费用对于一个单纯拔牙的动作是非常夸张的。但前是家己修正，发现这医师发因为同款的代志有真侪医疗官司，甚至有其他前科，做判刑因1颗罚金。后2个人去个检举，卫生局调查了，认定诊所收钱收过头。该诊所有涉及超收费用的部分，所以我们在今年的8月23号的时候也做了行政裁罚5万元在案。诊所被医疗法处罚了后，才退刑49000多块。卫生局表示，因为诊所不服，已经向卫福部提起诉愿。到新北市一间诊所无甲营业时间，铁门关起来。联络气候医师，这个进程还未回应。不过看气候医师的时阵，爱注意什么代志呢？也许真的是范围很大，那需要4份，这不是说一定不可能，只不过收费之前一定要跟病患沟通。一般挽喙齿有使用自费项目，行情伫2万到4万。不过其他医师也提醒，手术进程要有患者同意，佮用自费医疗项目，才能避免无必要医疗纠纷。记者综合报道。航警局和关务署台北关今年9月伫桃园机场查到国际包裹内面有藏毒品安非他命，原来是一间货运公司用钱买收社区的保全，替因收对外国寄入来这个毒品包裹，今麦有抓到3嫌犯。现场藏毒品的证物，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关9月20伫万雄快递货物进口专区查到包裹内底藏第2级的毒品，价值安非他命3公斤半。查缉小组针对包裹收件的住址，去到台中某一间大学边的社区，是咧睡人的套房，不过收回人是无住伫遮。在包裹的收件地址埋伏多日，结果没有人来领取这个毒品。经过同步的这个布线追查分析，发现这个社区的保全人员扬嫌可疑。航警表示，社区现有的保全人员行为是真可疑，今仔配合警方办案。煞调工探问警察办案的方式，经过警方比对专案人、车、住址相关的资料了后，这个现有的保全承认讲，伊是收到物业公司一个现有的主管的指示，提钱叫伊到收毒品包裹。公司梁姓主管以新台币6000元的代价，指使其收领毒油包。那警方当场逮捕杨贤后，向上溯源，追查到这个梁姓主管跟陈姓的幕后主嫌3人到案。警方当场把这个姓杨的嫌犯逮捕，接续抓到姓杨的主管到案。经过3个月，找到姓陈的幕后主嫌，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航警局呼吁社区的保全人员，唔通为着一点好处受人利用，替卖毒的集团收来源不明的包裹，运输第2级毒品，会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强化部队的临战效能，三军部队射击训练改变做为地变外，是战化射击训练，包含各界军官部僚拢爱参加。不过有退休的军官认为讲，安尼死做是无意义，是因为问题出伫军队纪律甲要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讲，这各界军官来射击训练有带头的效果。强化部队临战效能，三军部队射击训练无局限伫固定位置射击，改做需要位置变换的实战化射击训练，而且包括国防部参谋本部甲军政司令部的将领甲幕僚拢来参加。学者认为，将领搭配会当起示范作用。我想就是以身作则的这个用意哦，因为高阶将领基本上就是直接使用这个轻兵器进行攻击或是自卫战斗的几率是相对小的。军打法、配合打法没有意义，就是要把军法、军纪、训练、要求这些都要弄完，国家意志、军人荣誉，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啊。除了训练内容，国军也阁未理力的问题。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有待命时间长、危险性悬、加精神体能消耗大的战斗部队参战斗支援部队，运输官兵现比拢有偏低现象。
也毋过台美军事交流有希望提升。传出咱国驻美军事代表团明年1月将会扩编，由专门防卫动员署增派联络官，专接国军甲美国民兵战训合作事宜。美国政治公布第6代美2E轰炸机无需要瓦近台湾的基地，就会当派轰炸机支援台湾。专家认为，美国伫咧刺激中国伫咧军备竞赛，进一步互中国获尽更较侪资本。一个轰炸机的问世，它可以担任战略任务，担任战术打击，可以让中国你要不要加码从事相关的军备竞赛？所以其实一项武器有这种3种功用，所以其实美国是算得很精的。但国民讲，美国特别用军备竞赛拖败将苏联经济。苏志芬认为，美2E会当搭载空投水雷、长程反舰飞弹，会当阻止强军登陆军团，必要的时阵会当协防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寒天的时阵，台湾雨水有较少，伫关山会因为温度变低，这水管内面的水会结冰。最近玉山国家公园部分山坳拢特别无水通用路，所以因也呼吁民众着爱省水，甚至有专业的导游分享因安怎伫咧爬山的时阵安怎用水，要提供互民众做参考。台湾入冬了，山区较少雨水，玉山国家公园最近就是安尼，山坳的水情是真无乐观。包括爬玉山后5峰会大的元峰山坳、南二段的鲁鲁古山坳，也有南华的3星的富哈诺新山坳，目前囤水桶拢已经大窟窟。有关处是呼吁山友共同来节约用水。本园区各主要登山步道久未降雨，造成部分山屋蓄水不足。元峰山屋目前蓄水塔已经没有水，南岸3星的库哈诺新山屋的蓄水已经见底。医管处呼吁大家共同节约用水。专业登山向导表示，山坳冬季也会拄到水管结冰塌掉的情形，民众必须要做好严格的用水规划。建议爬山进前会使先洗好食材，入山用餐了后，餐具用切的就会使，加用水量压到上低。若是体力稳准，会使家己爱水入山，但一日上少爱2公升。你去爬山的时候，假如说你的体力够的话，最好是自己背水上山。然后在你要上山之前，你在平地先把你的食材先准备好，把它清洗干净。餐具、锅具使用完毕以后，用擦拭的，不要带清洁剂到山上用水来清洗。有关处提醒，各山坳的水源状况拢有公告伫咧官网加 FB， 山友登山进前会使先查询，提早来备水应用。山区千万唔通伫咧水源附近便所，以免造成污染。煮物件爱细腻用火，以防引起了火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屏东的落山风艺术季邀请到13位国际艺术家来展览因的作品。今年以未来风当做主题，有一只用风来启动的风声秀，和真侪有艺术的艺术作品，咱做回来看卖。恒春半岛当年落山风对10月吹到过当年4月，风力强烈甲风台有对比。为着要拼寒人的观光旅游，屏东县府开办落山风艺术季。今年以未来风当做主题，也邀请到世界级的荷兰艺术家 Pierre Jensen， 以创作的风声秀，靠风地当家己行叮当。很想来看那个什么仿生兽，第一次来海口港，觉得哇，这边的海滩实在是很干净。跟印象中不一样，特别干净。然后它的艺术品也展出的艺术品也都越来越精致啊，然后品质也越来越好。演过变啊热人生水的大会结束，落山风开始吹的时，游客就走到无半个人。地方改变思考的角度，落山风的季节正是观光的特色，寒人也有无同的趣味。我觉得这个海口港这些艺术装置还蛮前卫的，蛮有设计感的，对，然后能够让人家蛮放松，然后或者就是能够跳出那种传统的框架，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今年落山风艺术季邀请到墨西哥、日本等13位艺术家来参与，伫屏东车城的海口港就通看到因的艺术创作，互大家唔乃当愈了解咱台湾季风的特色，也通欣赏到世界出名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发予高雄期大病院的执行副院长陈胜峰。伊本身是整形外科的医生，20年前就去过越南义诊，替病人开刀，服务到今已经替400外病人恢复因的面容。也强调讲，这保湿并接受是更较有福气。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阮为骹才设计一个咱平板，
啊，这个皮瓣吼会带对根，啊，佮带肌腱，啊去安做重建。陈胜峰医师用台语向患者真入甲解释开刀甲填空喙的流程。20多年前发现喙空癌的患者，这几年命救回来，指名找陈胜峰整形，因为伊技术好，佮就体贴。郑教授该有较好诶，黄处长啊，这个病理同理心差。你看，我现在还没有整形，就这样，现在算是错了啦，也只是一个切口。那如果说郑教授再帮我修复一下，应该会更理想。让患者尽量恢复正常生活功能，是陈胜峰医师这40年来的使命。你好，我郑医师吼。门诊看线，陈胜峰赶去病房，关心患者手术了后的状况。听到迄声吼，迄是咱做咱血液循环的监测吼。伫今日出现严重的合并症，陈胜峰医师唔敢靠说，顶针提醒护理师后续爱观察的重点。2002年，陈胜峰去互伊的老师显微手术前辈者、中研院医师魏福全邀请，加入美国非政府组织微笑行动计划，去越南义诊，替气喙的患者开刀。这20年来，已经协助400多个囡仔恢复笑容，也栽培20多个精致医师。咱这台湾囡仔吼，唔捌看过世面，唔知影啥物是辛苦的。以前人帮助咱，啊，咱即马富裕啊。咱即马有这样能力会使去帮忙人，吼啊，咱尽量用这个机会。人伫咧讲医生爸母心，陈胜峰家己画图，色彩饱甜，病人的面膜啊也特别清。你看这囡仔呢，这个光线足光的吼，就是表示伊是主角，哦，其他拢个画啊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病人为中心的安思想就是这款的。遐拢是越南医师，因拢足渴望会使得到迄新的资讯。光影内底也通看出伊鲜活济世的精神。做医师吼，这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职业啊，嘿，所以莫了想钱，想要安怎讲服务安尼。咱应该追求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讲，你会使服务人，尽量来服务人吼咱讲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款意思吼。2022年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予陈胜峰，陈胜峰除了感谢，也嘛有更较侪后辈愿意加入这条人心仁术的路，替患者甲自信甲笑容找到回来。记者阿敏珍、刘伟祖高雄报道。加拿大天文台翻译做台语的天文学家蔡安理，这学期伫咧台师大开台语天文课，吸引到无共学校、无共学系学生来选修，做伙用台语学天文，用天文学台语。就是这个距离，伊离咱愈远，伊离开咱的速度就愈近。所以这之间有一个关系伫。用台语讲天文学，连导演出来 PPT 嘛，拢是台文。天文学家蔡安理这学期伫台师大地球科学系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教天文，用天文教台语。老大人拢是咧讲台语，所以虽然我学过天文啊，那个因来甲我问，现在天文讲系的代志，会当用台语甲因讲，因爱听有。授课的若有地球科学系，嘛有别系学生做伙来听，学期就尾报告科学相关的主题。我会晓写迄叫啥？罗马字安尼，我顶届我拢唔知是啥安尼，对啊，即摆会晓学迄罗马字安怎写安尼。有一寡专业名词，就是老师咧念我就会听无讲啊，老师咧讲啥物，就要去。真少甲看详细讲，伊到底是咧写啥，然后佮去查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这学期台师大有奖励老师用母语授课，一直咧将 NASA 天文图翻译做台文的蔡安理，是受地球科学系邀请来开课。那毋是因为我有咧做翻译，逐工咧甲遮个天文名词翻做台语，我感觉这无可能开起来，因为遮名词拢爱想。蔡安理表示，天文是伊的专业。台语是伊关心的母语，望两项结合了后，会当互母语继续探起无共的专业领域。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
讲到车集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摩洛哥以1-0打败葡萄牙，进入到正四强，而且因也打破非洲甲阿拉伯世界新纪录。讲到这届摩洛哥是甲3个真强的欧洲队伍打败，这个月15伫正四强赛时阵会撞到顶一届冠军法国。安内斯里头队破网，替摩洛哥以宝贵的1分打败葡萄牙，争做非洲史上第一，也是规个阿拉伯世界第一支伫世界杯踢入4强的国家。中外球迷甲摩洛哥家乡父老拢欢喜甲。On n'arrive pas à croire. Jusque maintenant, on ne croit même pas. Tu vois, on est encore dans un rêve. On va se réveiller le jour qu'on va prendre cette coupe. On va la ramener avec nous au Maroc. 唔难呢，非洲国家高度训练的阿拉伯世界也拢感觉真公平。为像个迄花到利比亚、突尼西亚、巴林、巴勒斯坦、叙利亚，球迷拢欢庆摩洛哥过关斩将，加做非洲甲阿拉伯之光。ضمن المخيم وضمن النزوح القاسي اللي نزحناه نحن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بوجه لهم ألف تحية وترفع لهم القبعات اللي وحدوا قلوب العرب وخلوا الدم العربي واحد لوصولهم لهي النتيجة. 切在8强比赛了后，摩洛哥前锋保法尔尤其母亲的手伫场上跳舞，互观众感动。原来伊出生伫巴黎移民单亲家庭，是靠母亲做清洁工辛苦饲大。摩洛哥移民遍布欧洲，本届获得14名欧洲移民球员回归效力。教练成功整合打造出新一代亚特拉斯雄狮队过去5战只失去1分，也是十二码球防守就像东墙铁壁，佮一路打败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传统强队，和欧洲各大城市移民社区拢真欢乐。今麦15将对上顶一届冠军法国，比赛精彩度也互双方球迷充满期待。C'est une immense fierté, surtout qu'on appartient quand même à ces deux cultures, la France et le Maroc, et de les voir en demi-finale, eh bien c'est du pur bonheur. Après, voilà, on va faire la fête ce soir, on va aller sur les champs, on va s'amuser, on va. 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伫咧卡达有侪球迷，当地生意变甲真好，各行各业拢伫加班，包含当地乐队，是因为去到卡达迄个所在，唔若看卡球比赛，球迷也去遐观光，着游客去体验骑乐队，也因为这游客伤过济，乐队的载客量加4倍，甚至互这乐队是忝啊骑袂起来。徛伫咧乐队顶悬，欢喜翕相，还会当看沙漠的好光景。卡达世界卡球比赛是写侪游客入来卡达，除了看比赛，真侪人嘛去度下郊外的沙漠体验骑乐队。No, la verdad que una sensación increíble porque te sentís como re alto y la verdad muy lindo andar en un animal. Lo hubiera preferido estar por las dunas o ir un poco más allá, pero bueno, estuvo lindo. 不过游客人数真多，历史乐队载人客量直头增加。原本走5抓就当休困，卡球比赛开始了后，就要连续走15抓至20抓才会当休困。有当时甚至就要走到40抓。有的乐队走到忝啊，规气就安尼趴伫土骹休困，主人嘛敢若会当家安搭一个，互伊搁休一困啊。كل بده يركب ففي ناس ما بتعرف عن الجمل أي شيء يعني بس بده يركب بده يصور فأنا الوحيد المحتك بالجمل بعرف إنه الجمل إذا كان تعب مثلا اشتغل كثير مثلا ركبت فوقه حوالي 30-40 شخص كلهم ركبوا أنا متأكد إنه الجمل واحد يعني دول كلهم ركبوا。其實嘛，唔是所有人拢對騎樂隊這種行程特別有興趣。一個為阿軍定來球迷講，接續伊要甲朋友做伙找一台沙坡車，要來去沙漠看賣啊一個。Esperaba una travesía más salvaje. Cuando me dijeron una travesía en el desierto, dije bueno, camello, desierto, es algo que no tengo allá, vengo acá, lo quiero hacer, pero encontré como un lugar muy turístico. 今嘛全世界球迷拢伫咧小卡球比赛，有上万人一直去卡达，这嘛互一直咧加班服务游客乐队，加做另外一种的职业灾害。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7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